我係2A 班阿心月家長啦，咁另外亦都係1C 班阿卓欣嘅家長。咁就由2A 班心月開始讀1年班開始啦，咁到升2班。咁我個女卓欣咧都好中意話跟阿家姐翻小學一路由未開始讀1年班已經話點解我問佢點解好想去家姐間學校啊？因為平時咧咁就接送嘅時候咧帶埋阿妹妹過嚟接阿家姐嘅，咁嚟到間學校咧佢唔知點解咧有種歸屬感啊！咁啊家姐翻學翻到好開心，可能同佢分享翻學校嗰啲同同學相處有啲咩咁，令到佢即係對呢間學校好有呢個好想入去呢間學校讀書嘅感覺係啦。咁家姐咧咁本身由一個好內向冇乜自信嘅小朋友咧，就變到一個好有同理心係啦，有愛心同埋依家變到好有自信嘅小朋友啦。讀書方面都有普通成績我覺得。咁慢慢老師都同我講阿心月進步緊係啊。咁佢對於各方面嘅讀書品德方面咧，我覺得間學校咧係令到我個女有成長係啦。咁令到我覺得好欣慰，好多謝林校長，真係同埋老師們嘅付出咯，係啦。咁好有愛心嘅。你好我係1C 班嘅何欣做媽咪，4A 班嘅何欣佢媽咪。阿欣俊咧就幼稚園咧就唔識執書包啦，同埋功課都要家長要去監督嘅。而家上咗小學啦，就又識執書包，又寫字都好整齊嘅，即係都好識好多字㗎佢。翻嚟都會讀俾啲家長聽同埋後學自己背喺度聽朝就自己着咁樣咯。你好我係1C 班蘇以婷媽咪嘅。咁其實婷婷咧，佢由 KC 嘅時候咧就有個妹妹出咗世啦。咁開頭咧佢都會成日好容易妒忌發下脾氣咁樣。咁上咗一個學期之後咧，我就發現佢好唔同啦。咁開始識得咧會照顧妹妹會幫手咧換片甚至乎會主動咧話幫媽咪手做一啲家務嘅。咁除咗呢樣嘢之外，佢亦都獨立咗好多啦。因為以前做所有嘢都要爸爸媽媽幫手嘅，咁佢會開始嘗試會自己執功課啦、執書包，咁甚至乎佢會早一晚咧就準備好佢啲校服，咁摺好擺喺床尾嗰度，咁準備第二朝早去着。咁我覺得咧都係託賴老師同埋校長佢哋嘅培育咯。咁起碼佢好快就已經識得自己獨立照顧自己，咁就喺短嘅3個月就已經有咁大嘅成果。呢個都好多謝老師佢哋嘅培養。Hello， 大家好我係1A 班陳善嘅家長。自從Yoyo佢入到咗基道小學之後咧，佢各方面進步都好大啦，唔單止學習成績方面啦，甚至生活上佢待人處事方面都有好大嘅進步啦。譬如佢以前見到陌生人都唔會話主動去打招呼嘅，但係而家佢見到每一個人都會主動去點頭，甚至去 hello 咁樣打招呼。喺生活習慣方面咧，佢以前都做事都稍為比較拖拉啲，做事都要大人去幫佢去，即係一齊去完成咯。但係而家佢翻到屋企咧，都會主動去幫媽咪去做家務，譬如食完飯會主動去洗碗跟住主動自己去沖涼跟住沖完涼之後都會主動自己去完成作業，跟住自己執書包等等。所以覺得真係佢好多謝基道小學對陳善如嘅栽培咯。